一個單身嘅香港阿叔嚟揾我，今年55歲啦，已經提前退咗休啦。每個月收租咧，固定收入2萬幾蚊。佢就話想揾個35歲左右嘅，身體健康、生得靚女，有健身習慣、識煮飯咧，又會照顧人嘅女士。我話呢個年紀差得有啲大啩。佢話自己離婚啦，都已經10幾年啦，又冇兒冇女喎，自己年紀大啦，梗係想揾個人照顧自己噶嘛。咁如果對方咧都係50、60歲，咁就話唔定係邊個照顧邊個啦嘛。我話你咁樣係咪有啲難揾啊？呢個阿叔就話喎，我有錢啊，除咗收租之外咧，我仲有7位數嘅存款。哇，過幾年啦，仲有退休金啦。香港咧就係有套自住房嘅，所以咧佢覺得自己係特別有優勢噶。而且佢仲話，如果女方咧願意照顧佢，一齊咧攜手到老啦，咁所有啲資產咧都係可以共享啊嘛。反正自己冇兒女咯。你哋覺得阿叔嗰啲條件啊，可以匹配到咁樣嘅女士咩？